台北市文化局昨依照不形文化资产审计结果，甲歌戏演员杨丽花订立做传统表演艺术歌戏的保存者。文化局表示，讲杨丽花是歌戏的代表性人物，对歌戏贡献真大。 听到这段台的人拢熟悉的声音，就知影歌戏国宝杨丽花来啊！杨丽花的爸母拢是歌戏演员，所以伊的搬戏人生自细汉就开始。为野台戏开始到内台戏，落尾阁进入同人知的电视台，杨丽花真最出名人物。 杨丽花驻心歌戏70几年，除了演出也看家后辈，甚至甲歌戏推广到海外，对歌戏的贡献是真大。台北市文化局也甲杨丽花订落做传统表演艺术歌戏保存者。 他历经了内外台、还有电台、电视以及电影的这一些的磨练，可以说是台湾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歌仔戏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，也培养了非常多优秀的后辈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也有非常女人味的时候。在去年5月底，公司台视国家影视厅中心共同制作的杨丽花纪录片开镜。 踮伫咧伊身躯边的是伊的徒弟，也是台湾出名歌戏演员陈阿兰。陈阿兰捌讲杨丽花是伊的恩师，已经佩服杨丽花用青春岁月传承歌戏的精神。伊真希望甲咱这个台湾唯一的这个戏曲文化，伫台湾土生土长的文化，会当更加发扬伫咧除了咱本土。 咱台湾以外，国际上伊嘛希望讲，大家拢会当看到咱台湾有这么水的戏曲文化。伊定定拢讲一句话，人老食甲老，学甲老，无艺嘛要步土豆，嘛是要甲歌戏传承落去。陈阿兰讲，杨丽花也伫透对时代咧行，用电脑科技结合歌戏伫剧场演出，互歌戏通一直创新，向少年人来看。 看家徒弟的热情也一直拢伫咧。陈阿兰讲，只要伊有推出作品，杨丽花要是会针对剧本、音乐、搬戏调度等等方面，甲伊指导，对真侪方面都会当看出杨丽花对歌戏的坚持甲热情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